我係改風，我係一個藝術家，對藝術家朋友嘅咖啡講的，等一個老朋友，點一咖啡，聊一段客家嘅風法。大家好，我係改風，今日安尼暗上風法唱到係一隻當特別嘅節目。你又講咯，你姐姐我聽到佢講，13年係開始旅行嘅時間，嘅神嘅幾隻神法做開始改變，觀念沒有開始改變，每一年行到遠，嘅想法做變化都越大。你今日唱到嘅係旅行作家雪兒來到你節目，你先向雪兒老你嘅觀眾朋友帶一下祝福。好，各位觀眾們，大家好，我是雪兒。我哋雪兒其實花當多時間去旅行，有些環遊世界那種感覺。不過我想，13年開始行出去那件事情咯，離開佢當舒適一隻環境，一定一隻當原因咯。當到原因太啲唔係好嘅嗬，就講13年我走出去那件事情，太啲有一半以上係快嘅。你喺旅行係按年開始嘅嘛？係啊，你會發現一件事情，就是有時候人會到某一個階段，他會有個瓶頸，尤其是應該說到了20多歲到快要到30歲的時候，包括像是家庭也好，然後或者是工作也好，包括到自己的感情，他會到了一個你應該要到一個成熟的階段，可是往往我們在去成熟的階段，才發現，自己怎麼變得這麼不成熟？對，好像所有的人看到你都是光鮮亮麗的哦，雪兒真好，爸爸媽媽那麼好，工作也不錯，哎呀，趕快找一個人嫁了就好啦。而且我親戚們都會這樣講，我也這麼想啊。可是你會發現，當你想要嫁人的時候，不好意思，男朋友說拜拜，對，他說我想要晚一點，你就會覺得我還要浪費青春在你的身上嗎？還有就是工作，你覺得差不多也上不去了，因為我們那個時候是金融海嘯嘛，所以很多東西停滯了，包括薪水也停滯了，然後工作的一個成長性也停滯了，然後你又想要轉職，可是你又想到哇，一轉下去怎麼辦？22。哎呦，嚇死人！22K 嘛，哈。對啊，那個時候啦，那你就會覺得，那在嫁不出去又沒有辦法離開的過程，那我就考慮了第3條路，你要不要放自己一個長假？對，以前我們有看過一個日劇叫《長假》，對，所以你就想說，好，30歲放一個長假，那沒有那麼多錢。對啊，我們口袋也沒有像那個，雖然你會發現這幾年賺了很多錢，存了很多錢，但是突然發現一件事情，錢不夠用，對，然後就想剛好可以有一種叫做打工度假 （working holiday）， 那種是在國外已經流行很久的，其實那時候在台灣還沒有很紅，那我就想，好，那我就去試試看，對，結果就開始了我這趟旅行。其實按你按唐毅來講，其實原則上有一些負能量哈，這個迄隻負能量開始去旅行誒。不過迄不將來時間迄有正能量，我是都幾有無乜嘅關係啊，哎呀。不過其實有談到對你來講，你喺按到國家，有那個國家喺旅行當有印象誒，就初期嘅時間。先開始嘅時間啦，因為我第一個去的國家就是紐西蘭，對，然後你那時候到了國外，你都會想象國外是很好的，可是在我在紐西蘭的時候，我在做什麼？我們是給人家做打工的，所以我們在採草莓，我們在做包蘋果，我們在做一些勞力的工作，其實基礎勞工，對，基礎勞工的這樣工啊，哈，所以那時候你就會覺得，一開始沒有辦法接受。可是後來發現它也是個工作啊，而且這個工作還可以讓你賺到旅費，結交到朋友，還可以讓這個旅費去更多的地方玩。突然覺得有些東西被打開來了，對，你以前的一些歧視的心情啊，或者是一些在出去之前打結的東西，慢慢的之間，越走心結越打開。
其实很多东西是我们自己放不下。因为你都在纽西兰转了以后，就开始下东西，没错嘛。可是个应该是布洛克的布洛格一个时代，所以你这是个那样的开始写，还有印象嘛？就一开始写个心情，然后写某个东西。我记得我那时候写了一篇文章，叫做《真实的旅行》，400天的流浪。然后我是发表在一个论坛，叫做背包客栈。我其实那时候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我只是想要记录一下这出去一趟，大概就400天的日子。然后我还记得我上面写的说，我流浪过大洋路，醉倒在京都的路通，我到了澳洲的中间呼喊爱，然后我也走过了新加坡，但是我是带着一个熟龄的心情，我逃避了台湾的所有一切。那在了国外之后，我才发现我最终的逃避是我自己。我记得那篇文章大概1000多个字，但我没有想到，被转发了1000多次，很多人那边看，我想啊。原来很多人向往这样的生活。你读没有入党白啊？之后当多讨论了，我有后发，没有有外发所以这是个那个文章开始展开来的时间，还没有读到一些的人对你还有一些批评啊，还有一些我看到会有那样的声音吗？有非常多，而且多到我曾经想要放弃。对我放弃就是。非常多的人酸言酸语啊，我们都那个叫做酸民。而且那时候因为文章慢慢在写嘛，然后就有一些专栏会来找我，然后他们有自己的编辑群。那编辑群有时候为了要让大家看嘛，他就会改一下标题。哇，你知道那个标题一改下去，很多人就只看标题，就直接开始骂了。对，一个女生出去玩，那不就是对什么就是异国恋啊这些等等，哇，下面就是疯狂的，就是在转发、转骂这些等等。那我觉得对我来说，你要去克服，一开始是很生气的、很愤怒的、很想要就是去解释的，但是慢慢的。我也开始去同理他们，为什么他们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那或许我在出发之前，我也是这样的想法，然后我变得写作的东西就没那么愤怒了。我开始慢慢会去考量到每一个人不同的心境，但是你如何在写作的过程中还可以完成自己的初衷？不过你读下网络的一个部落格的一个时期哈。好像一天会当到好嘅快反馈全部轉到人生當冇嚟。不過有啲當中有時如果會不會唔出家做一隻因為你係先留工作表態嘅，然後再過去旅行，然後又旅行其實有剛剛400天按長一隻時間，然後又用出家嘅方式慢慢地行進來，然後開始寫兩系列嘅一種網絡文章。其實佢有想過個再過前面只正職的工作來做，就是上下班的一條路，有再過想過嗎？其實我那時候回來的時候，我就去上班了。嘿呀。就上班嘞。嘿呀，因為社會壓力嘛，爸爸媽媽也不會想你馬上去，他也不知道你有寫作這種事情。對，我記得那時候我在寫第一本書的時候，我沒有跟我媽講。我也沒有跟我身邊的朋友講，我就是默默的寫，因為，你在網絡上發表了差不多的時候，出版社就問你說你要不要來出書，那我就說哦好啊，那是其實那時候是有一股氣，就是我要證明給家人看，爸爸媽媽都是傳統的客家人嘛，然後我就想要給他們說，你的女兒不是只有出去玩而已，所以我都是趁下班的時候在寫的。我大概寫了半年的時間，好，終於出了那一本書。然後我拿給我媽看的時候，媽，這是我出的書。我媽媽嚇一大跳。我媽說：你怎麼可能會寫書？我沒有在看你這樣子。然後出了第一本之後，我又開始每天都持續寫作，持續在網絡部落格發表我的文章，還有對於這個社會融入的一些見解這件事情。當我越是發表，你會發現，
哇，原来这个世界上台湾那么多人心情是跟你一样的，对他们一样觉得哦，好像被打压了，很多人开始来跟你做心情的交换，很多人跟你做。后来慢慢我就把不好的东西放下来，慢慢去写好的东西这件事情。其實我即刻感覺同學安樣講嘅嘅旅行嘅一個過程所以那3年面對人生有時嘅都發生一些過唔去嘅關卡，這個關卡發生嘅時間有的你會選擇抗拒了，有的你會選擇行出去，寫就會選擇行出去呢。不過佢帶咗嚟親手第一擺出去這個狀態時間，佢帶咗嚟400天的記憶。一本記憶咩寫成一本書，所以講下一段按照來看一下，佢讀呢400天裡邊，到底發生啲乜嘅事情？因為佢去到印度無可能國家，呢度無可能國家裡邊又有乜嘅安尼其實唔當了解嘅事情，安尼下一段再來看學，兩個這個談佢負能量嘅旅行。對。你這個做乜嘅？他點的事情嗎？我去做 skydiving， 後面的那個一直就會往前推，往前推，往前推，結果呢一踢，然後人就下去了，然後你就覺得從雲端哦，咻，穿越了雲霄，再咻，因為它一共60秒，我覺得那60秒就是大概從天堂到地獄，地獄再掉到地獄18層，18層之後再回到了人間的那種感覺。比方講，安尼上一張同學講到佢專門愛行出去，要行到印度那邊嘅國家。其實呢個地方對學校來講，其實係當創嘅一個環境，就係紐西蘭。係啊。因為紐西蘭佢5年前去過一擺，今年佢又再過就轉去紐西蘭。所以我想問講，紐西蘭專門當特別對你來講當有意義？我覺得應該講。人生最重要的一個人的人生最重要是什麼？第一個初戀。初戀。係啊，就是你永遠都會記得第一個男朋友或是第一個女朋友那種青澀的感覺。我覺得紐西蘭對我來說就是初戀。係啊，就是有這種感覺。旅行的初戀。對，就是旅行。當你很久沒有這種自助旅行，而且是那麼長期的、很長的時間，然後在國外這樣子，你就會覺得。很想要再回去體驗那種初戀的感覺，對。但是回去之後，初戀就會怎麼樣？破滅。當你再回去的時候，就冇一樣。不過阿問講，因為你去2擺紐西蘭，好像先唔可以講嘅改變的一種情感的部分哦。你在過去紐西蘭是做乜嘅事情？我其實之前去紐西蘭的第一次的時候，一個人去嘛，所以很多東西都不知道、不懂。然後我覺得好玩的事情就是你必須把自己變成另外一個人。我記得我那時候到紐西蘭，我從來沒有做過種草莓啊、採草莓啊這些勞力的工作，我也不會下廚。那到了那邊，什麼東西都要自己來，所以你就會覺得自己變成了一個神力女超人。無敵鐵金剛，去很多的做一個人，然後不會講英文，然後變到會講，還會跟人家相罵。對，你罵我，我罵你哦，對啊，我用英文在罵你。可是再回去的時候，你會發現，那種一開始的初戀的悸動沒有了，很多東西你都會了。回去就是見見老朋友，聊聊他們現在的生活過得怎麼樣。哇，那個就是我說那個叫成長啦，叫淬煉。那你也會發現，你也長大了，你也變得不一樣了。我覺得這個是最大的一種，算是感慨啦，但是也覺得也是一件很好的事情。聽你把這個轉去紐西蘭，你看佢情感的感情的部分就冇睇咧，佢唔可以做一些因為。要重新燃起愛情，就要做一些瘋狂的事嘛。你這個做乜嘅？他點的事情我之前到紐西蘭，我其實一直都很想做2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搭便車，
你可以知道什么搭便车吗？这样。嘿，哦，我真的就在纽西兰路边去拦车，然后拿着说我要去某个地方，对，因为对，然后真的给我搭到便车了，然后就是从南岛的某一个城市基督城，然后搭到欧马鲁，就是一个一直搭便车，然后再搭便车到下一个城镇，去体验那种好像未知的感觉。对，这是我之前在纽西兰没做。然后第二件事情就是我去做 skydiving。对，你知道什么是 skydiving 吗？跳。从15000公尺跳下来，这个叫做找死的行为。我跳天空，跳天空。还记得跳下来那个感觉吗？我觉得永生难忘。为什么说我永生难忘？你要想象着，我都常常这样讲，你突然间开始穿着了衣服，然后直升机一直往上，穿越了云层，在穿越的云层，因为我跳的是15000公尺，我后面还有教练啦，所以有教练有一个好处，就是他会在后面保护你，因为我没有那个。另外一个好处，你不敢跳的时候，他也会把你推下去，所以到了那个。应该是飞机的口，你第一次坐过飞机是那个门会打开的，就是在上面门会打开的。好，然后我心里想说，我不要。可是你知道吗？后面的那个一直就会往前推，好推到了，你知道很想要卡住，说不要让我下去。结果呢，一踢，然后人就下去了，然后你就觉得从云端哦，是真的是从云端这样咻。穿越了云霄，再咻，因为它一共60秒，你觉得那60秒就是大概从天堂到地狱，地狱再掉到地狱18层，18层之后再回到了人间的那种感觉。然后因为到最后的时候，它那个伞会撑开来，等于说在掉下来的过程是自由落体，伞一撑开的时候，哇，所有的烦恼都不见了。所以我常常说，如果你活不下去，然后呢，心情不好，或者觉得想要有一些不好的念头的话 ，skydiving 一下，对，马上死而复生。skydiving 一下。哎呀，听学讲佢 skydiving 的故事哈，安尼直接来看好咧，因为学要准备当佢高空跳伞的一种 VCR， 安尼看那段 VCR 佢用的。看起很马萨啦，按住第一个较上年马萨，我看下来 VC 啊。嗨，大家好，我是雪儿，我现在在皇后镇，然后我等一下呢要去做 skydiving， 这是一个非常刺激的，而且这次我是要做15000英尺，然后从天空。Okay. Okay, you stand up. Okay. Yeah. Okay. Yeah. Okay. We have a little treat for you. Thank you very much. You're welcome. Thank you. Okay. 你大家看到以后会想去跳一下嘛？唔过那就留一机会旅伴大家大家好好去跳一下唔怕那就如果看大家跳之后我同学讲了一件事情就是其实因为一只旅程当中一定都有很多事情。那前礼拜这个出发
没有去其他国家，没有去无昆阳的地方，那都无昆阳地方的国家，特别还没有发生嘛个还特别的事情，都俩还记得当清楚的呢。我觉得印象啊最深刻的就是我那时候在纽西兰，我赚完钱之后，我就要去旅行嘛，我就选了一个太平洋小岛的国家，斐济。哦，斐济。然后我就跟朋友一起去，那结果我们去斐济的时候就发生了，应该是我说那是我人生中最衰的旅行。为什么很衰？我们去之前就发生洪水。斐济。然后我们到了之后，台风就要来了。对，等到我离开的时候，我竟然还食物中毒。那个食物中毒是你从来没有过的体验。我记得我那时候应该是吃那个火锅，可是你不知道那个火锅里面的那个料到底是什么。吃完之后，那个有一种神经毒，它会麻痹你的头，然后到你的脚，它会有一种抽痛的感觉。那你第一次遇到这种状况，你真的不知道怎么办。哦，我第一个是讲什么？妈祖啊，佛陀啊，然后哈利路亚啊，然后阿拉，你们赶快来帮我吧！我不想要死在这个地方，我不想要进到这个地方的医院，但是没有用。突然间，人生跑马灯都在你的眼前过了，你再问一下你自己，如果明天就要死了，你想要干嘛？对，其实我告诉我自己，我想回家，我想要最后一面看到我爸爸、我妈妈，跟他们说我爱你啦，这样子。以前对你们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情，这样子，对啊。还好就是后来我的旅伴带了他们那种当地的药，急救的药，所以就后来就好了，对啊。然后一开始我还不敢跟我爸爸讲，后来我就跟我爸爸讲，就是遇到这种状况，一般的家人听到一定说赶快回来哦，他们不要再在外面啦，这样子。可是我爸爸只跟我讲一句话，你知道吗？斐济这种国家，台湾100个人不见得有1个人去，你既然去了，就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后来很多事情，你只要换一个想法去想的，就真的没有想象中这么的痛苦，然后这么的严重，对啊。应该没有后悔的事情吧？我觉得其实，在旅行中最好的事情就是你真的遇见很多的人，而且是帮你打开脑袋另外一扇窗的人。你有讲脑袋另外一扇窗？因为我认识一个女孩子，她来自北京。那她跟我说，她来自就是国外，她到了瑞典在国家念书，突俗到拿到了一个硕士的位置，在当地工作。她还告诉我，她都是一个人去旅行。她去过了西藏、尼泊尔、埃及，各式各样，都一个人。我心里想，就蹦出了眼神：我可以吗？我可以跟这个人一模一样吗？他年纪比我小，也没有看起来比我厉害，但是他做得到，我应该也要会做得到。我觉得很多的梦想或者是想象的，都是由路边的这些人去给你带一些启发这件事情。我觉得我是很感恩这件事情的。其实当然讲，我是都学一天有当到当兴起一种国家体验，无可样的国家有无可样的体验。我都想讲，其实安尼还这是个通学，讲一下不同国家其实都按到，因为刚才谈到又有纽西兰，又有斐济，又有很多安尼澳洲还蛮更多的地方。我想还这的是个来谈一下，学讲一下哪一个国家，下一个国家发生哪个事情。好。你在北京呢？是也转去北京呢？对啊，她回到中国，然后也遇到了她的男朋友，然后现在结婚了。所有的印度人，他们都相信恒河的水，它有疗愈自己，它可以洗净你人生的罪孽。所以你会发现，很多的人，老老少少幼幼都在恒河旁边做沐浴跟洗澡，但是过了一条河，过了2个码头，在干嘛？在烧尸体。烧完了之后，再把这个尸体还有灰烬推向恒河，等于什么？生是恒河，死也是恒河。
大家好，俺这个转来一片准备要来谈下一个国家学去动到一个地方，不过这个地方对我来讲是一个当奇特的一个地方，因为至少有2只到3只以上，我的朋友去过了这国家的人，全部转来人讲，一定要去过一摆了。那个国家就是印度。我想，安尼先来看一下BCR 里边雪儿给到印度的一个旅行的经过，按照来慢慢谈怎么讲？按多年，全部对印度这个国家，对背包客来讲，对旅者来讲，有一个按特殊的一个位置点。安尼先念一段 BCR。大家看到的就是雪儿的印度。我爱想你一天问佢本人，当做在好好来谈怎么个印度这个国家对于背包客、对于创作者、对于懂创业的信仰者，是一个没办法取代的国家。对，我觉得我刚刚印度这个国家，就是你去了。你喜欢的会非常喜欢，你不喜欢的，你这辈子不想要再踏上这块土地任何一次。所以我朋友的意思是讲，亲手去一拜，当做给听讲，他们好像再过来听一拜嘛。对，但是我觉得就是创作者会很喜欢的原因，是因为你在印度找不到规则这个2个字。对，我都说印度的相反词叫日本。印度人。没有守时这件事，对，印度人没有干净这件事，印度人永远都是有不一样的，我们英文叫 incredible， 不可思议的。所以当你踏上这个国家，我通常说，你以为踏上这个国家，你就要开始享受印度了吗？不是，你要开始 fighting， 跟他战斗。但是在战斗的过程中，你会发现，原来你有那么多可以去 touch 的部分，包括你的心，包括当地的人，还有你会看见，在你的心灵里面有一些可以被挖掘出来的那种感觉。对，我觉得这个是很多人会爱上印度的原因。因为我冇去过印度。印度主处国家地理频道以外，韩国当多老印度有关的书当本。不过对印度有一个记者的既定的印象，第一个是宗教，第二个印度教，是也个条恒河，对，第三个就是色彩，颜色很缤纷亮丽。对印度亲巨大的3个想象，就会宗教。恒河、老色彩，所以这3件事情对于学友来讲，没有去介绍这3个家丢出来印度。我觉得他的宗教是他最迷人的一块。为什么？印度教来自于所谓很久上个世纪到现在的事情，那它可以在印度里面至少是80%以上都是印度教。那有一个条叫做恒河，对吧？然后恒河旁边有一个城叫做 Varanasi， 那个叫做恒河里面的圣城，也是在印度7大圣城。那条河你会看到一个
很不一样的感觉。在圣城法拉纳西那边有将近好像50到80个码头，一个一个码头里面，它每一天都有非常多的朝圣者会来到码头旁边，它会有一些祭坛，从早上有早祭坛，晚上有夜祭坛。在祭坛里面，旁边又有几个码头，他们在做烧尸。对，所有的印度人，他们都相信那个水，恒河的水，它有疗愈自己，它可以洗净你人生的罪孽，因为它也有因果这个轮回这件的部分。所以婴儿出生了要怎么办？去轻视那个恒河的水，让它做沐浴。平常的人也很喜欢到干嘛？恒河洗澡。所以你会发现很多的人，男男、老老、少少、幼幼都在恒河旁边做沐浴跟洗澡。但是过了一条河，过了2个码头，在干嘛？在烧尸体。在死掉的那个过程中，他们把尸体送到了恒河，然后呢，把它在木架上里面把尸体放在上面。烧完了之后，再把这个尸体还有灰烬推向恒河，等于什么？生是恒河，死也是恒河。那你在旁边，你在看到的那个对于你内心的憧憬，就是人生也不过就是如此。因为你已经走到了恒河的旁边嘛，就像讲，一般来讲你应该爱上这种旅行的方式，怎样办法行到嘅？因为做啲像。印度敢冇观光团，这种观光行程团，应该也有吧？有啊。嗰度观光团，一看到马该同性啊，这种好奇，然后人家都看到语马该冇困样的差别。我觉得观光团他会带你去旁边看，但是呢，他不会让你走下去，他不会让你晚上可能跟你说，哎，这就是夜祭，看完你就走了，就坐浏览车就走了。可是我在恒河那边大概住了4天还是5天，我每一天就是走在那边，你好像看尽了整个印度的人生百态。对，有小朋友在那边打板球，有人在那边开始晒衣服，有些人，然后旁边很多的牛，因为那边是一个很老的城，所以那个巷子都很小很小，你每一天呢都要跟牛擦身而过。对，基本上我觉得旅行团你不可能每一天都在那边生活。我就说在那边天气一黑，最容易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踩到牛屎。对，看到朝圣的人，然后看到这些来来去去的人，有时候不是真的是为了看见，而是最多的你在体验那个当下的温度、感觉跟气味。对，米勒这样的深度旅行给我改变很多事情，因为有些你观光团，他没办法看到的事情，可能咱有透过深度旅行，咱做到看到。所以我就会想讲，那一点加有讲到的吼，其实我对个印度的这种好奇含义在，就是颜色。因为第一个印度当多颜色是建筑在给它的食物当白啦，香料啊，嘛个的，全部是一种色彩当丰富的当红色，当丰富一种色系的一种，蓝色，所以颜色很很多印度来没有改变的，对你这个来看印度的这件事情。对，你以前就觉得印度好像，我觉得印度最有特色其实是女生穿的衣服，他们叫萨利，对他们，尤其是很多人会把红色穿在身上，然后它是纱的，然后粉红色。他们印度人有点黑黑的，但是穿上那个衣服，你就觉得仿佛好像来到人间的天堂，看到仙女在上面，然后这样子走过，然后不同的颜色搭配，然后它会冲击到你的视觉的一些感慨，对，然后你会觉得，哇，这里完全就是一个非常丰富的一个元素啊，而且他们的搭配，黄色、金色。到大红色、大紫色，我们可能以中国或是华人的角度来说，哎，这是什么喜气的颜色？但是对他们来说，这就是我们印度的颜色，丰富、绚烂、美丽。那你都会在那个过程中去体验这件事情。对。其实刚刚对唐学了讲的时间，就唐到当特别形容词，那都特别形容词。
它是全部来自于印度的国家本身的一个感受。我刚刚学没有讲到在当中的一个点，好像他一直来谈，所以印度的女性，虽然你看到印度的女人，好像全部用做成东江的纱，颜色饱满的一种纱丽，不过看到印度的女性。对于雪儿来讲，出生在一个当自由、当民主的一个台湾，基本上看待得到什么？一种印度。好像海达你就是用这种方式来看一下。因为我觉得台湾很多人对于印度第一个印象就是女生去那边很危险，很多人就会怕女生到了印度，我们有听到迷奸的嘛、强奸的嘛，还有很多的台湾新闻。都在这样子讲。其实，在印度最可怕的问题是，他们多少是小朋友。我其实常常在路边看到，妈妈就只有14岁、15岁，很年轻哎。他们会透过正常的交往吗？那我其实我会讲，这种强奸叫做弱势强奸。甲同学讲到当到印度所多的事情，没有谈到去印度所看到老三老四也当宠的议题。当然，你讲你要再个同学讲的就是讲，作为一个现代女性，佢到印度来，佢看同样的印度女性特别是都给沙利带海印度女性都是那样，所以你先来理清一个问题，就是讲所以到底一个什么人去印度旅行是为什么事情？其实很多人都会觉得女生去印度，说其实相对是危险会比较多的，因为在印度你走在路上喊都是男生，嘿啊，都是壮壮的男生，路上很少女生，所以印度人又对于那个外国来的来什么呀？哎呦，好好奇哦，都会眼光看着你，所以有些人会不舒服。可是其实他们真的只是好奇这样子而已，所以很多人就会怕女生到了印度，我们有听到迷奸的嘛、强奸的嘛，还有很多的台湾新闻都在这样子讲。可是我常说，其实你去印度，它只是一个国家，那边也有女生，那边的人生也要生活，不是你去了那边就会发生。你要懂得会保护自己。其实最危险的东西，不是说你去了一个危险的国家，而是你不知道什么事情是危险。那我觉得我自己一个人去印度，你把很多的事情，我会把它视为理所当然。当然，很多印度男生就说 "Hello, girl, Japan, Korea"， 对啊，会问你爸爸妈妈在哪里，有来印度玩多少天。你可以选择理会，你也可以选择不理会啊。没有人叫你一定要跟他们打招呼，没有人叫你一定要跟他们搭讪，对，那也没有人叫你一定要回应他。当然，你也可以回应，其实很多是好人的。我在印度有被人家请吃饭，我在印度有被人家就是帮我付车钱，请吃早餐，请喝拉茶，然后我走在路上有一堆人跟我拍照，小姐，我可以跟你拍张照吗？其实我常常讲一句话，你用什么角度看世界，这个世界就会用什么角度回报你。对，那你的角度如果都只是在于恐惧跟害怕，那不管你去任何世界某一个角度，都是这样回报你啦。不过你刚刚谈到的印度女性，作为一个现代女性，行到印度一个环境里边，其实可以用一个外国的一个什么人，对印度的一个地方本人看待。不过你两个去看印度这个，比如印度这个女性，因为它这边的它有一定的阶级制度，没有种姓制度，全部都喊出来那种强烈的社会阶级系统里边，女性都看到印度里边，她都愿扮演那样的一个角色。其实现在那种种姓制度，然后已经没有在印度已经开始，他们已经废除了，但是很多观念还是有在存在啦。没制度的问题，然后再来就是印度还是真的很贫穷，有时候你真的走在路上，
有一群小朋友、小妹妹、小弟弟，他会拉着你的脚，抱着你的脚，跟你要钱。然后很多人是住在路边，没有房子的，就搭个帐篷，没有火，在那边生用炭火在那边煮的。那请问这些小孩怎么来的？对，其实，在印度最可怕的问题是，他们多少是小朋友。我其实常常在路边看到，妈妈就只有14岁、15岁，很年轻哎。那他们会透过正常的交往吗？应该不是。那其实我会讲，这种强奸叫做弱势强奸。所以你看见的就是性别的不平等，跟阶级的不平等。那这些东西你能改变吗？其实一开始你会觉得我要不要给他们的钱，或是怎么样？后来我才发现，每一个国家每一种不平等下面，它都有一种由来。我们只能把这些看见的东西告诉更多的人，希望我们这些的环境可以在做改变这件事情。因为第一，你哈其实有一本新书，那本新书是三彩文化出版的。书名都自己才是旅程的终点。本内容谈论自己和旅行之间关系的书。所以我就想讲，其实那本书底部其实一部分咩学儿这个用这个一种那讲女性意识，去面对讲旅行那件事情对你自己来讲有乜个意义？对。所以那本书底部想要老读者讨论多点乜个？其实应该是说，这本书写这本书回来之后，你会发现你到底有什么转变。我其实也一直在问我自己，变呢？旅行回来我变了，到底在哪里变了？你自己也在想象这件事。后来我就觉得，我们从很多的角度去看改变这件事。第一个，对于工作的改变，以前觉得要赚很多很多的钱，对于家庭的改变。以前想要完成爸妈的期待，赶快嫁人啊，对啊，现在不会。对于感情的改变，其实单身也是一件很好的事，但是你要学会好好的爱自己。对于梦想的改变，对于你看见东西的改变，我们想要告诉大家，改变这件事情，你要去酝酿这件事，正视你自己，然后学会爱上你自己。那我其实还蛮喜欢这本书后面的有一段文字是：当你明白自己要的是什么，最怕有没有勇气走向它。我发现其实每一个人在自己的心底都有一个答案，或者是每一个人也知道自己喜欢的东西是什么，但是往往没有办法，或者是自己也对于这个东西没有自信，所以他会害怕，他会原地的徘徊，他会无所适从，然后会感到焦虑、绝望。但事实上，你有没有那个勇气走向它，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也是希望给很多在迷惘中的年轻人一些想法，告诉他们说，其实你是有选择的。那在选择回来之后，不见得每一件事情都是会很顺利，但是过去的绝对不会白费。那里面有讲说，我们在离开这件事情，其实我们是在出走，重组过去的自己。每一个过去的自己，或许看起来那么的不堪，我们在逃避的这些东西，其实都是我们自己啊，都是我们的过去，没有什么好逃避，因为我们要好好的看待这件事，尤其是在回来之后，因为我也发现很多回来的人是很沮丧的。为什么？变了，这个世界变了，我跟我想象的不一样。这个世界，我的朋友变了，我的家人变了，但他们忘记一件事情，大家没有变，是你变了。你变太多，你变得心走得太远，你变得已经不再像过去的你，所以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去跟你聊天，怎么去跟你到对谈，因为他们已经进入了家庭，他们已经进入了另外一个部分。你要放下你的东西去适应，但是你要去坚持什么东西是你想要的。对，这个是很想要告诉读者，你要去找回你自己，活着快乐才会有灵魂这件事。所以这个是
那本书自己才是旅程的终点。对，这个正是旅行的终点那本书需要向老太家分享的两件事情。所以我想那本书应该是一个当温暖的一种感觉，因为刚刚谈嘅需要对谈那本书内在的世界，谈讲的嗰度文具啊，就是其实是一个会帮人感觉到很正面、很励志，然后当有正能量的一件事情。因为人个旅行是图个负能量开始哈。对。人一开始是个人可以用负能量在行出去。不过行到按多年下来，去到按多国家以后，写到了几本书出来以后，这个其实慢慢的没tìm到一个属于这个的正能量。所以其实了就是旅行那件事情，对当多年来讲，当重要一件事情。我们是都是讲。其实大三年有机会是给做的在能力各方面条件全部允许的时间做的是可能用这个的方式来行一个无困难的旅行。因为旅行行出去的，不过行出去这个时间到底是200年的心情。我相信等到除了在旅行转到这个原点的时间某一天会发现那么一件事情。当然冇希望像那本书讲的，将来时间怎发现到这个怎係旅行的终点。我其实有件事情相信包含学的书咪做的老太家分享的，就是讲旅行本身一天有加当重要意义，对大三人来讲。今日当感谢学端呢节目来谈那件事情，我希望那只新书做的读出版那件事情当成功，然后我们当中你透过念书的时间，没开始行出去，开始去旅行。我想那件事情应该是那本书亲好一件事情。谢谢雪儿。谢谢老师。不。雪儿那个作家，是一个还能打算停下来的旅行人。佢好漂流，佢好听见海洋流动。流动到无困难的陆地，天天佢要爬到嗰啲一场看唔到尽头的大陆，佢嘅意念就像水，佢趁得了意念行到印度的嗰条河，看到印度嗰条颜色，佢能要比到天当背，从安高的高度当背跳下来，就像一只旅行的条诶，看见陆地当背的土地。不过，唔讲佢行到那边，有一件事情佢自家当清楚，旅行的终点其实就係佢自家。